继续来看这件，为着要诈领保险金，甲家己的手扑着伤。台东这个南部这个查甫人报案，讲伊骑机车到半路，互人砸落来借钱，伊无爱互伊，嫌犯就甲伊的倒手抬着伤。因为这个查甫人的讲法翻起翻倒，警察感觉代志无对同。经过几啊天的调查，这个男子总算来承认了，为着要诈领3900多万的保险金，才会自导自演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赶紧将受伤的男子送病院。就算已经做处理，不过伊的倒手也是一直咧流血，目睭磕磕，看起来非常痛苦。被刀割伤啦，嘿嘿嘿。那他自己讲是说被骑车骑到一半被拦下来这样。男子表示，伊骑车经过这个台东大学附近，被人砸车抢劫，互人抬着伤。警方来到现场调查，看到涂骹也阁有血迹。不过调查监视去了后，并无发现像伊所讲的嫌犯。加上询问的过程中，这个男子对嫌犯的描述的，也阁有对方所使用的凶器，拢交代袂清楚，感觉案情无单纯。在经过新网的一个突破以后，被害人也坦诚，他是整个案件是他自导自演。男子最后总算承认，讲一切拢是自导自演的，表示伊投保几啊间的保险公司，若是每个月领取相关会当诈骗3900多万，因此伊才安尼做。不过即马若是受伤，嘛领袂到钱，而且还爱阁比伊诈欺未遂罪移送法办。